死死咬住護袖，即使被敲打也絕不鬆口。這場面就是最強的護衛犬嗎？不，真正的實用護衛犬遠非如此。他們守護的不是獎盃，而是真實的安全防線。因此，訓練必須杜絕表演，直指實戰核心。除了精準的撲咬與押解，真正的考驗在於控制。在極度興奮的狀態下，能否服從遠程叫停，中途取消攻擊，並立即服下或召回我的指令？這種由極動轉為極靜的掌控力，才是訓練的功力所在。另一個生死關鍵在於轉口咬。實戰中的匪徒會掙扎還擊，護衛犬必須能迅速轉換撕咬部位，而非像表演犬那樣死口咬死一個目標。死口在表演中很精彩，在實戰中卻是一個致命的漏洞。如何辨別真偽？我們建議一項關鍵測試——便服測試，要求訓犬師收起所有護具與玩具，只穿普通便服進行演示。如果犬隻只在看到護具時才攻擊，那它只是在進行一場遊戲。真正的實用護衛犬要求的是實戰能力與絕對服從。唯有在通過便服測試的犬隻，才是你值得信賴的實戰夥伴。